大家好，歡迎嚟到三木大師呢個 channel。今日想介紹稻盛和夫，一個日本企業家嘅經營哲學。佢係一位禪修者，點樣經營佢嘅事業嘅同時，又可以利用到佢佛學嘅智慧去經營佢本生意呢？呢本書《稻盛和夫：心人生皆為自心映照》，佢回顧咗80幾年嘅生活同超過半個世紀嘅管理經驗。書內面嘅核心價值就係思想決定一切。係1932年出生，係鹿兒島嘅稻盛和夫。喺大學畢業之後，就喺京都做陶瓷起家。喺1984年個人出資設立稻盛財團，擔任理事長。究竟佢係點用心法打造佢嘅事業王國呢？稻盛和夫講咗6個最核心嘅價值：一、付出唔亞於任何人嘅努力；二、要謙虛，唔好驕傲；三、每日要反省；四、活住就要感謝；五、積善行，思利佢。咁六，唔好有感性嘅煩惱啦。一、付出唔亞於任何人嘅努力。稻盛有句口頭禪：人生同工作嘅結果就係基於思維方式，乘以熱情再乘能力。用呢一套方程式就係佢嘅人生之道。佢強調，就算你好叻，都需要不停持續努力，至會有佳績。但你思維模式出現咗問題，人生都會跟住轉向沒落嘅路。出色嘅園藝師都要不停去花園睇唔同嘅花草樹木，不停觀察唔同植物嘅生長模式，只可以令佢思維不停進步。稻盛一開始係由京瓷起家，佢當時接咗一單好大嘅訂單，佢希望產品快完成之餘，品質都要好，佢就索性搬入工廠，同員工同食同瞓，親自監督。最後做完批嘢，竟然批為唔合格，佢當時冇放棄，不停再做，到最後係預期時間做好批貨，努力鑽研，比邊個都刻苦，而且鍥而不捨，持續不斷，精益求精。有間功夫發牢騷，不如前進一步，哪怕只係一寸，努力向上提升。想度過更充實嘅人生，就必須比人哋付出更多嘅努力，全身心投入工作。自然界嘅動植物都為生存拼盡全力，我哋人類亦都應如此，認真並竭盡全力咁工作。呢個係我哋做人應履行嘅基本義務。點解研究長壽嘅科學家都鼓勵我哋食多啲有機嘅菜？因為有機嘅菜係無農藥底下，透過物競天擇都仍然拼命生長嘅菜，就一定係好基因、好營養嘅菜。二、要謙虛，唔好驕傲。稻盛有句口頭禪：謙虛係護身符。當時佢創立咗間公司，就開始有種心紅嘅感覺。佢覺得佢有呢份成就係因為自己夠叻仔，但係最後佢諗翻自己現家擁有嘅才能同能力，絕對唔係自己所私有，只係個天恩賜。佢認為佢現家嘅嘢只係一種寄存形式存在，到生命完結嗰一刻，寄存嘅嘢就會還返俾上天。謙受益係中國古話，謙虛嘅心能換來幸福，仲能夠提升心性。驕傲招人討厭，俾人帶嚟懈怠同失敗。潛能係上天所賜，將自己嘅潛能用於為公係第一義，用嚟為私係第二。呢個係謙虛呢一美德嘅本質所在。三、每日要反省。稻盛諗翻自己人生終其一生，佢都會確信佢一定會做到呢一個信念。佢會透過不停反省，研究點樣做得更好。憤怒、慾望、抱怨係佛教定義咗嘅三毒。佢認為呢三毒係嚴重污染同迷惑我哋心靈嘅元兇。當我哋不如意嘅時候，我哋往往會好嬲，但係當我哋好如意嘅時候，我哋就會不其然產生更多嘅慾望。同時間，我哋經常會不滿現狀，大叫：中咩個天對我咁差㗎？所謂現實，就只係唯一個真實。一切不幸都係由於我哋自己心靈去吸引返嚟。當你開悟，就完全唔會再俾呢三種毒束縛，可以睇到件事最偉大嘅一面。
和夫鼓勵我哋需要持續努力修行，盡量令自己心平氣和，冥想坐禪都完全可以幫我哋做到接近真我嘅狀態。每日檢點自己嘅思想同行為，集中精神直視自我，係咪自私自利，有冇卑怯嘅舉止，將動搖嘅心鎮定落嚟，真摯咁反省，有錯即改，養成每日結束嘅時候進行回顧及反省嘅習慣。四、活住就要感謝。佢嘅公司京瓷當時係間五起眼嘅工廠，幾乎係零知名度，所以當時佢有任何嘅訂單接到，稻盛和夫都會好多謝呢啲訂單，因為佢深信我哋任何人本身都唔可能獨自生存，如果冇空氣、水、糧食，我哋根本一日都活唔到。如果冇家人、工作 partner、社會，我哋每個人都好難正常生活。周圍嘅一切都支持同幫助我哋，令我哋可以生存。所以佢認為，只要我哋活住，就需要感謝。滴水之恩，不忘相報。活住就已經係幸福。感謝之心好似地下水一樣，滋潤住我哋道德觀嘅根基。只要活住就要感謝。唔好徒勞咁抱怨不滿，而要坦誠咁對目前擁有嘅嘢表示感謝，並且將呢種感謝之心用多謝嘅話語或係笑容向周圍嘅人們傳遞。咁樣做可以使自己同周圍嘅人更加平和，更加幸福。五、積善行，施利佢。積善之家，必有餘慶。與人為善，言行之間留意關愛別人，真正為對方好，先至係大善。和夫深信世間存在住因果報應嘅法則，如果施善行善，你嘅命運就會朝住好嘅方向轉變，事業亦會朝住好嘅方向發展。善就係指待人親切、正直、誠實、謙虛等，呢個亦係做人應有嘅最基本價值觀。咁六，唔好有感性嘅煩惱啦，唔好煩惱，唔好焦躁，唔好淨係憤憤不平。人生本來就係波瀾萬丈，活住就會遭遇各種困難同挫折，絕不能俾佢哋擊垮，絕不能逃避，正面面對，硬住頭皮頂住，不忘初衷，努力做好該做嘅事。大家嘗試下慢慢咀嚼佢嘅心法。如果你對呢本書有任何意見，歡迎留言，等我哋一齊探討下。